布嘅裏面咧都係咧乾淨嘅，大家布嘅入邊咧都係乾淨嘅，後邊仲有一格，後邊仲有一格啊！性價比之王啊，性價比之王啊！超級嘅性價比啊，大家多少錢啊？他們猜13,999。13,999係咪？仲有冇人估下佢幾多錢啊？平平均11,900。11,900。Rachel 媽，聽日晏晝你要嚟睇直播啊！我有嗰個咩卡地亞手鐲幫你攞咗啦，17圈嘅窄嘅同埋闊嘅都幫你攞咗啦。嚟啦，大家！未猜中未猜中啊！快點啦！仲有一個寶寶就要準備搶嘢啦！這我也是第一次，真的是清倉啊！對呀，哇，9000多狗牙沒可能。都很便宜啊，不是嗎？成色也很好啊。對呀。我沒能猜中怎麼辦 ？Hello，貝關生 ，Kenny 是什麼尺寸？什麼？好 ，Angel Fan 嘅 ，Angel Fan 嘅，我送你一個公仔啊 ，Angel Fan，隨機速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Angel Fan，Angel Fan 嘅，14,999啊。14,999啊，抵到爆炸嘅價錢啊！14,999啊，超級抵嘅價錢啊，套袋嚟㗎，係啦，14,999啊，大家 Angel Fan，恭喜你啊！公仔咧係隨機速嘅啊，大家。淘包又輕啦，又好用啦，上得博嘅啊！好中意嘅朋友仔 ，number 咧係 JF1557，JF1557啊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14,999啊！哇，激動的時刻要準備啦啊！喂，有冇朋友仔咧想要呢一個啊？有冇朋友仔黑金喎？我們平時都是做黑銀比較多，對不對？黑金色喎，係咪好靚呢？咁呢一個呢係啦，上薄嘅，仲要離子皮嘅套包玩，離子皮嘅套包嘅。好，我哋一齊睇睇四角嘅成色啦，邊四角都係靚噶，所以大家咁愛爺爺就係咁噶啦。基本上嗰啲成色都真係咧係好靚嘅。好，打開俾大家睇睇啊！入邊大嘅空間，後邊有暗格，冇太重啊！咩意思啊？216會唔會太重係咪呀？呢個袋？這個狗牙它的設計都是很輕的，狗牙從來很少會有。佢咧係好輕身嘅，係啦，唔重啊，唔重啊，唔重啊。狗牙是最輕的，後邊仲有拉鏈，幾多錢啊？我睇下你哋呢，想唔想呢一個瘋癲先？好，後邊有一個暗格，後邊有一個暗格嘅啊，33 size，33 size 啊，要唔要瘋癲？上得博噶啦。哇，這個也真的是哦，
黑金色很少有哦，黑金色咧係我們之前賣過黑銀的。對，黑金色咧係好少有嘅 ，OK， 仲要係荔枝皮啊！今日俾一個咧炸機癲咗嘅價錢你哋啊，13999咋，13999啊！你說我們要抽獎好啊，1塊，還是呢要打邊嘛？打邊嘛，他們網絡很差。對呀、網絡的話肯定延遲的。那就抽吧，3個。可以、啊。隨機抽。問一下大家。黑金色啊，黑金色啊！哇，這個好漂亮哦！成色靚嘅，上得薄嘅淘包啊！好中意嘅朋友仔自己嚟啦，咪咪 Kelly 多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乜嘢尺寸馬上俾你啊！呢一個咧平時買緊16000、17000噶啦，最平噶啦，成色咁靚嘅可能都要咧成2萬蚊，33乘23再乘13嘅，33乘23再。